大家好，我係阿 Kim，又係早餐時間啊！自從移民咗嚟台灣之後，呢幾年都習慣咗9點左右起身。以前喺香港返工要返 shift，早中晚班都要返，飲食瞓覺都唔定時。依家終於都脫離咗呢個辦公室嘅生活，可以做返個正常人啦。今日就嚟咗呢一間神品食。呢間神品個鋪頭唔係好大，店裏邊淨係得3張台啫，外面就仲有2張。但係平日嚟食就一定有位坐，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外賣帶走食嘅。呢間嘅漢堡都幾好食嘅，我最中意點佢哋嗰個墨西哥漢堡或者花生醬牛肉漢堡。然後就點多份蛋餅或者蘿蔔糕，咁樣可以飽到連晏晝個餐都唔使食啊！神品隔離嗰個新社區安美學，佢哋1樓店面將會開一間拉亞漢堡，第時食早餐又多一個選擇啦。今集我想帶大家去睇下台中港重劃區附近將會起好一座新嘅國民運動中心，預計8月左右可以開放俾民眾使用。呢種做外送嘅機車真係好煩，好中意逼車。但係我知道佢哋做外賣有準時嘅獎金，所以會分秒必爭。我都明嘅。依家香港都有好多人做送外賣。好似係自疫情以嚟嘅新興行業咁樣。我有個舊同事都轉咗行去做外賣啊，佢 send 咗張相俾我睇，3月份佢就賺咗成48000幾蚊港幣，將近成20萬台幣啊，好扯！乜送外賣真係咁好賺嘅咩？但係我睇佢送咗成879張單，3月有31日。即係平均每日要做28.3張單，我就冇做過送外賣嘅。大家覺得每日做28.3張單容唔容易呢？有冇網友有做過外送經驗可以話俾我知啊？又唔知道佢今個月又可以賺到幾多呢？等我月底再問下佢先。講返呢個國民運動中心先。個外形睇起上嚟都幾靚嘅，裏面就唔知啦，暫時未裝修好，入唔到去，我就喺外圍行一個圈先。國民運動中心就好似香港市政局嗰啲社區中心咁樣，可以租場打羽毛球啊、籃球啊，或者入去游水啊咁樣咯，都算係一種好重要嘅生活機能嚟嘅。不過我就好少做運動嘅，我就係中意督波啫。其實我更加想要一個圖書館多過想要一個國民運動中心。我知道清水梧棲本身都已經有個圖書館噶啦，但係太細太簡陋，我都唔期望可以有一個好似桃園總圖書館嗰個咁大嘅圖書館啦。但係至少都想有一個好似南屯理科泳嗰個咁樣嘅圖書館啦。前面呢個透天社區幾靚喎，感覺好舒服，好清靜，而且睇起上嚟好新淨咁樣。唔知1800萬台幣買唔買到呢？本來或者得嘅。但係依家隔離就係國民運動中心咯，應該升到2000萬啦。呢個停車場至少都可以停到幾十部車嘅，但係依家國民運動中心仲未開放，當然就冇乜車啦。淨係見到有人喺度練習開車咯。既然啱啱講起透天，我依家就揸車返去重劃區。
帶大家睇下我哋從化區北面龍田裏邊嗰啲透天啦。呢一排透天起好都未夠1年，我上網睇到有屋主放2880萬，好瘋狂。值唔值就睇下有冇人買啦。我睇屋主賣咗都差唔多半年，都仲未賣到出去。這一棟透天開價2880萬，就是門前這邊呢，我們可以停1至2台車。對，那我們裡面我們有車庫的哦，車庫還可以停2台。對，它等於說這裡有個大門，然後後面是一個車道，我從這邊走。最近好似收返唔賣咯，唔知道點解呢？可能覺得冇人識貨啦。再等多幾年，可能可以賣到3880萬呢？丟唔丟？附近仲有一排新透天喺度起緊，呢度咁多農田，唔知道會唔會都慢慢轉型做透天呢？但係依家新起好嗰啲透天都係喺農田嘅中心，四圍好空曠，啲路又窄，冬天啲風聲一定好恐怖，夏天就會好多飛蟲。就以地理位置同埋建築外形嚟比較，我就更加鍾意頭先國民運動中心隔離嗰個社區透天。雖然嗰邊啲風都會好大，但係就應該冇呢一度咁誇張啦。呢度都有一排新嘅透天喺度，比啱啱2880萬嘅仲早起好嘅。我就唔知道呢度賣得好唔好啦，但係都見到有啲車停喺門口嘅。呢度好近公廟，行路過去可能2分鐘就到啦。如果驚嘈嘅話，要好好考慮下啦咁樣。從化區最近又開咗一間新嘅啡粉，10分鐘步程之內有4間啡粉，好似有啲多，但係淨係得呢一間有雪糕食，都算係喺同質化裏邊做出咗差異化。你基本上都唔係太喜歡投訴麻煩，咁阻住自己時間揾食好過。晚餐就食呢一間木木道丁，喺全聯旁邊啫，係食西餐嘅，價錢係有啲偏高，但係好食嘅，有高級餐廳嘅水準， CP 值高。有時候我哋買嘢食嘢，除咗睇價錢之外，仲要睇 CP 值㗎嘛，就好似你買股票咁樣，除咗睇市盈率之外，仲要睇 ROE 㗎嘛，係咪先？好啦，今日就先講到呢一度，請按讚、留言、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